歡迎嚟到繪本故事時間。今日我哋嚟睇下小蝸牛慢慢嘅故事啦。喺森林學校入面，所有小動物都好勤力練習跑步，個個都想做最快嗰個。小蝸牛慢慢行得好慢，每次都係包尾，所以佢覺得好唔開心。有一日，學校舉辦跨越森林大賽，一開始，所有動物就極速衝向終點，佢哋跑得太快，完全冇留意到路邊開滿咗好靚嘅花朵。慢慢雖然落後，但佢可以欣賞沿途風景，仲發現咗好多有趣嘅嘢。跑得快嘅小動物掛住衝，差啲就踩入前面一個大泥坑陷阱啦。好彩慢慢行得慢，睇得清楚，大聲叫停大家，救咗所有同學呀！呢個時候，大家先發現原來一味求快會錯過好多重要嘅事物。其實每個人都有自己嘅節奏，慢慢行都可以欣賞到最靚嘅風景。